每段消息来关心2005年亚洲冬季运动会，会是出兵的比赛，咱台湾的选手李宇翔转战成人组，不过伊伫比赛过程出现几若个失误，影响到伊的分数，伫16个选手当中暂时排第11名。2025年亚洲冬季运动会重头戏，花式出兵优雅登场，18岁台湾选手李宇翔，先开第一摆到这场比赛大舞台，也是伊转战成人组的第一场比赛。第一个动作就带来四周的讨论开场，男子第球这就是战争，李宇翔帅气继续做出 Triple Axel， 可惜落地有点仔问题，练无照全，好亲像影响帅气一个换脚的组合转来发挥。进入了后无处理上好，也无完整呈现。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没有非常的满意，因为在旋转上面有重大的失误，然后希望可以在长曲的时候可以发挥稳定更好。虽然是先届第一场成人顶级的比赛，不过马上就克服状况，后边3只3来做合跳 ，Triple Plus 加上 Triple Toe 都完成甲正赞，伊将跳的优雅发挥出来，回分了后，后边技术动作也流利陆续完成。伊第第项项目最后摕到技术分28.32，表演分30.15，另外比扣1分总分得到57.38分，伫16个选手当中暂时是第11名。今天的4周跳跃执行的还不错，但主要的失误是在旋转上面。然后希望长曲的旋转可以更稳定，然后也可以拿到定级、满级、4级的动作。最后出场的韩国民众车总环伫当季最大问题当败了后，到亚冬训的舞台，地球充分力量开场试练3个单跳，高难度的 Triple Plus 加 Triple Loop 拢已完美呈现，可惜3连半 XO 立兵出现状况，最后摕到94.09排名第2。另外11岁日本选手健山优真是摕到唯一103.81分排第1。记者综合报道。